如果你想邀請夥伴通過先到先得嘅方式報名活動，撳我的記錄，撳活動下面嘅聯合報名先到先得活動邀請，撳加入活動，輸入活動編號，然後撳放大鏡個掣，自動顯示活動名稱同報名人數，撳邀請名單右邊嘅掣，撳朋友列表，從朋友名單揀朋友後，撳確認，撳發送，完成聯合報名先到先得活動邀請。如果你邀請嘅朋友想接受邀請，撳我的記錄，撳活動下面嘅聯合報名先到先得活動邀請，撳回應邀請。如果拒絕邀請，撳拒絕；如果接受邀請，撳接受，撳接受。成功接受邀請。你邀請嘅朋友接受邀請後，你就可以進行聯合報名先到先得活動。撳活動，撳搜尋欄，輸入活動編號，默認所有地區同所有月份，撳搜尋，撳現在報名，揀配額人數，撳確認，揀加入夥伴，撳加入，揀同意聯合報名活動嘅用戶，撳確認，撳提交，閱讀並同意聲明，撳下一頁，預覽活動報名，撳確認，揀付款方式，撳確認付款，報名已獲確認，可以撳儲存並列印作記錄，完成聯合報名先到先得活動。